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的黎明幼稚园，7月20就要拆咯。园长伫咧市府静坐真情。黎明幼稚园的园长林金莲已经伫咧台中市政府的头前透明静坐超过113点钟。伊希望市长罗秀燕赶紧来出面，来处理这幼稚园迫切的危机。 你要让人类活得下去吗？你们有个可恶！你们有个可恶！黎明幼稚园园长林金莲，脑光啊甜甜甜，伊伫台中市政府进行抗议已经超过100点钟，希望市长会当解决幼稚园耍位的危机。从化有庞大的利益，你的团队在这近几天提供给公库假信息。 每一次都抹黑我们。林金莲批评市政府暗号财团主办中会，根据台中高分院2018年上新的判决，幼稚园败诉，必须要拆除。7月20期限就到啊！林金莲连续5天拢伫市政府进行抗议，压力真大。那基于我们行政不干涉司法的立场，所以我们尊重我们司法的相关判决。我们希望在这段期间，重安会能够跟黎明幼儿园。 继续做良好的沟通，看能不能获致良好可以解决的一个方案。市政府这方面表示，行政单位未当介入司法的判决。林金莲无法对抗主办中委会，伊对判决败诉了后，启动市长的车，到市政府进行破邮册抗议，甚至到总统府进行陈情。目的干那一个，就是要让幼稚园去用耍位。